這間人類最需要嘅，就係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就係講靈嘅方面。這個嘅靈日後離開了世間，唔係得到處罰，唔係半日罪惡拍到。那上帝做了本切家最大嘅恩典，本個得4節所述1至7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在耶穌基督內中，透過嘅血，是個得到嘅贖核，贖從咩解？從一罪惡得到嘅方面，萬人相信耶穌基督透過嘅寶血，在十字架嘅下面這個嘅罪，原諒這個嘅罪，就上帝嘅恩典。那上帝嘅恩典做了本隆重恩德，萬人相信佢都會得到這個恩典。約翰福音35節咁樣講到，是到每一人相信佢萬人啊，就會相信耶穌基督，就會得到永遠嘅生命。那呢就係每一人需要嘅，因為到這個人日後會得到最好嘅路，日後離開呢個世間，這個會得到真理，會得到最好嘅會所，就係甲上帝求下，上帝在阿位，這個都在阿位，因為到這個係信任嘅，這個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這個得到原諒罪，上帝能夠帶這個轉到這個身邊，也就係講到靈嘅方面，那世間嘅黑也係得到這個恩典，得到這個通才，得到這個喜樂，得到這個平安。世間裏佢唔是離開過這個，世間裏佢唔是容易單在去跑，佢這個通才過頭頭節節，呢個煩，呢個痛苦，呢個不實，佢帶你去得到最好嘅路線，得這個福氣，因為到上帝嘅愛安排。你在世間，你去照顧你；離開了世間，佢帶你轉到天家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